如果你都有成日食高脂高油、有三高又驚有三高嘅話，或者驚身邊嘅人腦意外而怕怕地，呢盒嘢咧就啱晒你啦。有睇開我 channel 嘅大家都知道，好中意煮嘢食，又成日同朋友周圍食。去到 body check 個醫生就話啦，再唔理下一步。個醫生你知佢想講咩㗎啦？於是我走去睇中醫，順便問我個朋友有咩辦法。個中醫朋友咧就介紹我，不如你試下食樂道安宮牛黃丸啦。連續食咗3個月之後，重點係我完全冇改變過我飲食習慣，照樣周圍食，跟住再去驗血，醫生話我血管指數同醇指數回復翻正常水平，冇心噏條氣唔順，便秘都冇再發生過，所以我 keep 住食。就買翻個安心。平時樂道安宮牛黃丸咧喺萬寧賣緊2250蚊一盒，咁啊一盒9粒。咁啊嚟緊呢個星期六啊，5月2號咧，萬寧就會做一日出位價1599蚊就有一盒。記得去萬寧拎貨架上樣本拎去收銀櫃嗰度，佢就會俾盒9粒嘅禮盒裝你。第一日㗎咋，錯過就冇㗎啦。好，咁我繼續去食嘢啦。如果你哋又想食得健康，咁就趁星期六去睇睇。